盛邦工程公司派還工人血汗，廖華明、廖華德為富不仁，廖華明、廖華德吸血鬼，快還工人血汗，為富不仁。快還工人血汗錢。咁我哋會讀一份聲明先嘅。廖華明、廖華德為富不仁，盛邦快還工人血汗錢。根據受害嘅判頭同埋工人資料顯示啦，盛邦工程公司同埋其董事廖華明、廖華德等人，自99年到而家咧，已經拖欠咗咧超過170萬嘅工人欠薪。廖華明、廖華德等人坐擁過千萬家財，包括全新嘅工廈同埋好多物業，仲有數目名貴嘅房車，卻刻意逃避責任，拒絕支付欠薪。2006年2月至3月啦，喺勞工處開會嗰陣時，廖華明甚至用施捨嘅態度，只係允許咧係俾工人咧係40%。對於呢啲無恥嘅奸商同埋吸血鬼，我哋給予最嚴厲嘅譴責。清明時節，我哋帶備一副專供奸商同埋吸血鬼享用嘅金棺材同埋一個花圈，送俾盛邦工程公司同埋董事廖華明同埋廖華德。喺呢度，我哋重申受害嘅判頭工人心意堅決，唔追討欠薪，絕不罷休。我哋而家咧就將我哋而家俾7日時間，盛邦公司嘅董事同廖華明同埋廖華德，如果佢哋仲唔肯歸還全數欠薪，我哋咧就會將行動升級嘅，將行動升級，升級。我哋要錢，我哋要欠薪，我哋要欠薪。廖華明、廖華德為富不仁，盛邦公司吸血鬼，廖華明、廖華德瞓棺材啦，盛邦公司吸血鬼。咁同埋咧，我哋咧係強調一次咧，由廖華大，即係呢啲橫額咧，就肯定係廖華明、廖華德係今日貼嘅。咁當中所講嗰啲人咧，都係被害嘅判頭嚟嘅。即係你諗下，佢哋又肯俾啲錢判頭，啲判頭點樣出糧俾判頭下嘅工人咧？廖華明、廖華德奸商，廖華明、廖華德為富不仁，盛邦工程公司快還欠薪。Go ahead.